終於到我放暑假啦！今次短暫返胡志明市1個星期，同屋企人聚聚。第一日主要係搭飛機從香港飛返胡志明市，一落機就馬不停蹄咁搭的士去酒樓，因為今晚約咗親戚食個洗塵宴。第二日就包車 road trip 從胡志明市開去大勒高原，全程330公里，直線開車距離需要6個鐘。我哋一行16人，邊行邊食，去到邊食到邊。你等下我，我等下你，當然需要更長時間先到達啦。等我同大家介紹下今日食咗啲乜嘢。早餐食咗我哋胡志明市好出名嘅三色碎米飯，我今日就叫咗豬扒加碎豬皮雙拼，加多一杯越南冰茶，就啱啱好開啟一日嘅行程。中午行下就去到臨潼省食越南煲仔飯，食返我久違嘅粵式酸湯，有香茅魷魚、酸甜炆蝦等等，就係呢個家鄉嘅味道啦！我哋食到停唔到口。差唔多5點幾就返過山口，到達大勒高原嘅崇德縣，氣溫就即刻降咗7-8度，大概23度左右，超級舒服。架29座嘅大巴士，煲到啲水滾晒，需要降下溫。我哋就喺路邊嘅休息站停低，飲下嘢，買下當地嘅生果，食咗好好味嘅榴蓮同埋好新鮮嘅野蘋果。去酒店之前，我哋參觀咗今日唯一嘅景點，就係 Sampton Hill 上面嘅藏傳佛教嘅寺廟。我哋睇咗全世界最大嘅轉經筒，佢係2022年嘅健力士紀錄。參觀完寺廟，我哋就開夜車返大勒市中心，因為去到大勒市中心都差唔多9點，好多餐廳都閂晒。我哋一度擔心今晚冇嘢食，所以就生食好好麵充飢。去到大勒市中心9點幾，但係街上面都好多人，非常熱鬧。餐廳閂咗，但係好多小食鋪都仲開緊。我哋最後食咗港南麵做夜晚。我哋一行16人，墟墟冚冚咁衝入呢間小食鋪，將成間鋪都包落嚟咁樣，好開心。食碗港南麵，飲杯熱豆漿，就返酒店攞房啦。今次入住呢間酒店叫做 Anna Mandala Villa， 同屋企人一齊去旅行，所以就租咗一棟好靚嘅別墅一齊休息下。等我快速同大家行下個 Villa Tour，然後就去瞓覺啦。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